好，来继续来看美国的总统川普，中回到白宫满6个月，川普来铺文碰红讲，伊的支持率大幅上升。但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公布着上新的民调，讲这川普整体支持率只有42%。President Trump marking 6 months in the White House. 美国总统川普当地时间20号电话到白宫满6个月，官方播出上新的影片，要看伊伫咧第2任期的前半年做倒一寡代志，互美国高一倍伟大。川普本人嘛伫咧个人社群媒体发文，嘛宣说经体民主党讲1年前的美国完全无希望，同时嘛甲大家顶讲家己民调数字新增悬，不过 CNN 的民调数据所甲伊算的无共款。According to our CNN poll, the president's approval rating among Republicans stands at 88%, but overall, the president's approval ratings continue to be underwater. He stands at 42%. CNN 的数据显示，川普支持率继续大落。来看伊上任了后的各项政策，支持率都无过半。亲像全民上关心的经济议题，支持率敢若有40%，关税政策嘛敢若39%。其中川普上骄傲的移民政策嘛无及格，支持率42%。大多数的民众认为，川普的做法无公正，嘛伤过激。一位南加州48岁黄艺师，最近伫咧三饼店做工过时，向扣移民局执法人员伫咧涂骹拍。为了了解这位查甫人是无证移民，1990年代初期就伫咧美国生活，无犯罪记录。伊的3个囝各拢是海军陆战队队员，所共款扣关伫咧拘留中心，关要3礼拜才互放出来。Businesses, people full of joy are replaced with sadness, fear, and terror. 除了无证移民扣暴力对待，就含抗议民众嘛扣拍，身躯顶招是伤痕。另外，这一位来自埃及的记者艾曼·索利曼，捌因为报道阿拉伯起义扣政治迫害走到美国，所伫咧这一遍烈行动内底扣抓起来。伊讲，若是扣遣送转去埃及，就亲像死刑，希望外界该斗3天。阿拉打击的手段也未煞过。《华尔街日报》上新讲，移民执法局甲450亿美金拨钱。报告完了后，当加快速度伫咧全国各地去移民营地，目标是伫咧年底进前将拘留的容量为4万顶名床扩大到10万顶。不过有关扩大拘留容量计划消息，美国移民执法局拒绝证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